大千世界無奇不有。嗱，喺內蒙古鄂爾多斯有個地方咧叫做響沙灣，喺呢度咧認真係名副其實啦。喺響沙灣嘅沙丘之間會發出一啲奇異嘅聲響噃，有時咧又好似有人喺度融融細語咁講嘢咁樣，有時咧又會喺度敲鑼打鼓咁嘈咯喎。呢啲奇怪聲音究竟從邊度傳出嚟嘅咧？我哋一齊去探究一下啦。今年剛畢業嘅渠輝喺暑假嘅時候咧，受朋友之邀嚟到呢個有連綿沙丘嘅沙漠地帶，為咗感受大漠風情，佢哋住喺沙漠邊嘅一個旅館啦。不過冇諗到啊，就喺佢準備休息嘅時候，奇怪嘅事就發生咗啦。沒休息嘅時候聽見有聲音，然後好像有人在敲門。渠輝本來以為敲門嘅係服務員啦，但當佢打開個門嘅時候，佢就發現咗門口一個人都冇。渠輝就諗啦，唔通係自己聽錯？但當佢準備瞓低嘅時候咧，啱啱嘅聲音又出現咗啦。我想是不是有人在搞惡作劇？因為我那同學不在啊，然後是不是他在搞？呢一次咧，為咗避免打草驚蛇，渠輝就慢慢咁行到門口，輕輕打開嗰道門啦，依然係乜嘢都冇咧。還是沒有人，而且再回來的時候聽到聲音越來越大。同一開始聽到嘅對比啊，呢一隻嘅響聲明顯嘅大得多啦。渠輝有啲心驚，佢覺得聲音好似唔係人為製造出嚟嘅，反而好似係嚟自一個某個空間，比如好似係地下咁樣嘅。我又去問了一下服務員，他說這是沙子在唱歌。我就比較奇怪，嗰啲沙都識唱歌，咁神奇嘅事，渠輝都第一次聽到啦。出於好奇啊，佢就決定親身見識一下。呢度係位於庫布齊沙漠嘅邊緣。庫布齊喺蒙古語中嘅意思係弓上之源。喺庫布齊沙漠嘅最東端就係被稱之為響沙灣嘅沙漠地帶啦。呢度之所以叫呢個名咧，就因為呢度嘅沙會唱歌嘅。你撫動沙子或者從沙子上面滑動下來呢，就會發出響聲。往下那個漏，然後漏的時候發現有那種沙沙的聲音在青蛙叫那種。而且隨住觸動呢啲沙嘅力度唔同啊，發出嚟嘅聲響亦都有好大嘅區別嘅。然後後來我就往下順着那個慢慢往下滑自己身體，然後我就聽到那個聲音特別大。呢啲沙仲竟然可以發出唔同嘅聲音，渠輝心中嘅疑問就越嚟越多啦。佢好想知道呢座沙丘究竟隱藏住乜嘢秘密呢？這很早以前，這呢是一座喇嘛廟，就很美的喇嘛廟。喺響沙灣流傳住一個古老嘅傳說噃，千百年前呢度曾經有一座規模宏大嘅喇嘛廟。廟入邊嘅喇嘛咧就成百上千咁多添，但係呢啲喇嘛都唔服從最高首領嘅管教，經常製造事端。有一日，雲遊四方嘅仙人張果老咧就路過呢度咯噃，見到咁嘅情況就非常之憤怒啦，一怒之下就將自己鞋裏邊嘅沙倒咗落去，霎時間啫，狂風大作，金碧輝煌嘅喇嘛廟霎時間化為一片沙漠。這個沙袋埋沒了以後呢，他肯定在下面也在懺悔，在念經誦佛念經，所以會發出聲音。所以說人們好多人也是說，在人們滑沙的時候聽到的聲音，也是喇嘛們在念經誦佛的聲音。村民就話喇嘛陰魂未散，所以呢度先至會有擊鼓吹號咁嘅聲音。但係呢個始終都係神話故事啫。但並唔係可以對響沙灣嘅怪音之謎作出科學嘅解釋㗎。咁呢啲沙可以發出聲響嘅原因又係咩呢？這發聲的條件就是物體要震動，然後呢，在介質裡面傳播就會形成聲音。比如說在空氣裡面傳播，就可以聽到它聲音。原來啊，物體可唔可以發出聲音呢？就關鍵係物體有冇震動啦。同埋所處嘅環境有冇可以傳播嘅介質？無疑喺響沙灣
空氣係最好嘅傳播嘅聲音嘅介質。因為前蘇聯嘅學者喺考察響沙灣之後就發現啦，佢話響沙灣地帶嘅沙裏邊啊，石英沙佔咗好大比例喎。於是佢就認為，正係因為沙入邊啊有好多石英晶體，所以呢度嘅沙咧就容易同旁邊嘅物體形成一個比較高嘅電壓，電壓越高，震動就越厲害。咁樣一嚟咧，啲沙就會發出奇怪嘅聲響啦。但係啊，有人就提出咗質疑咯喎，因為將響沙地帶嘅沙搬到咗另一個地方之後咧，呢啲沙就發唔出聲響啦。有代表性的一個呢，首先就是跟我們背後的這個特殊形狀的沙灣有關係。原來喺響沙灣呢，就算係所有條件都相同嘅情況底下，都唔係所有嘅沙帶都可以發出聲響嘅噃，能夠產生響沙現象嘅只有其中一段沙波啦。呈月牙形狀的一個沙灣形狀，那麼下面呢是一條我們的季節性河流，叫做海苔川。那麼這個形成的一個特殊的一個角度和一個沙丘的傾斜的45度角，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沙箱的回音壁。有專家認為，響沙灣特殊嘅沙灣形狀就好似一個天然嘅回音壁。當呢啲沙喺外力嘅作用下邊呢，因為摩擦而產生聲響嘅時候，回音壁就會將聲音擴大到無數倍，所以啊，周圍嘅人就可以聽到啦。但呢個解釋呢，依然有好多人係唔贊同嘅。另外呢，就說是可以說是共鳴箱原理。喺自由震動嘅情況下，每一個物體都有一個震動嘅固有頻率嘅。當外界存在嘅驅動力促使物體震動，而且震動嘅頻率同物體嘅固有頻率達到相等嘅時候咧，喺物理學上面稱之為共振啦。而發生嘅共振就稱之為共鳴啦。如果是一種嗡嗡的聲音呢，它這種聲音就是頻率比較低。那我認為呢，共鳴產生的可能性更大，靜電產生的可能性小一些。因為靜電產生的這種震動呢，發出的聲音音調比較高，應該。通過分析，何老師就認為呢種聲音應該係共鳴所產生嘅結果。咁點解只有一部分沙丘會發出呢咁嘅聲響呢？何老師就提出咗自己嘅睇法啦。應該是這個坡的這個固有頻率和其他坡不一樣，那就可能有這些個因素，比如說這個坡下面的材料和其他坡不一樣，再比如說這個傾斜程度，驅動頻率是一樣的，只有這一段它這個剛好和這個固有頻率相等，那就這一段就能夠出現共鳴。而且何老師仲提出，當溫度同濕度發生咗劇烈嘅改變嘅時候呢，比如話落雨天啦，咁響沙嘅共鳴箱結構就會被破壞啦。當共鳴箱嘅條件被打破啊，咁就自然聽唔到神奇嘅響沙聲啦。響沙又叫做鳴沙、簫沙或者音樂沙。響沙嘅現象雖然係奇特，但並唔覺得好罕見噃。有數據統計，目前全球已經發現嘅類似沙灘同沙漠就有100幾處啦。就喺大家感嘆呢個奇特嘅響沙現象嘅時候咧，突然，喂，喺呢一片神奇嘅土地上邊咧，又出現另一種奇特嘅怪聲音。仲有人發現咗喺大得驚人嘅腳印添喎。喂，咁到底係咩嚟咧？唔通係呢個分明嘅聲音？深夜，鄂爾多斯高原異常之安靜，牧民都斯圖河已經入睡啦。突然間，屋外邊嘅羊發出咗尖叫聲，被嘈醒嘅佢即刻跑出去屋外邊啦。但係佢仔細查看咗好幾次，都發現唔到有乜異常嘅情況啦。當佢準備翻返去屋企裏邊繼續瞓覺嘅時候咧，突然聽到遠處傳嚟一啲奇怪嘅聲音啦。
4万超一700多大的，人口比也倒是改好是9多，长来的人口比多万多什么，这多比可以到他那个去，多万比多的是那什么。但係天色已暗啦，加上咗關於嗰片地有一個恐怖嘅傳說，基本上都冇人敢接近嘅，所以佢哋決定喺第二日天光先至一探究竟啦。一番查探之後，佢並冇發現咩嘢噃。不過就喺佢翻去路上邊，見到地上邊呢有啲神秘嘅腳印啦。都司徒娥心頭一驚，莫非呢啲腳印就係傳說中神秘巨獸嘅腳印？通過測量，佢覺得呢啲應該係某種大型動物嘅腳印嚟。經過咗幾日調查詢問，始終得唔到咩線索。有人就話係鴕鳥或者係大象之類嘅大型動物，但係好明顯啊，都唔係好符合。而且啊，當一啲老牧民得知呢種腳印啊係來自嗰片神秘嘅地方嘅時候咧，佢就吞吞吐吐唔肯再講啦，仲叫佢哋以後唔好問啦。都司徒娥覺得好疑惑啦，佢突然間想起以前聽過一啲神秘嘅傳說噃。很早以前木棉就發現它是一種木棉叫它一種叫大鳥的足跡，就是它傳說是天上的神派下來的使者，看這個草原這個下雨不下雨，旱不旱，所以當地的木棉生鳥留在石頭上的一種腳印。嗱，不過都司徒娥覺得呢種不過係一個傳說嚟啫。為咗揭開呢個大腳印嘅背後嘅謎團啊，佢同個弟弟決定攞塊石頭翻屋企仔細咁研究研究。不過可惜啊，佢哋帶住呢嚿石頭問過好多人㗎啦，都冇得到任何嘅線索。而就喺大家覺得好困惑嘅時候咧，有博物館同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嘅專家就趕到嚟呢度啦。當佢嚟到一見到，哇，數目咁多巨大嘅腳印嘅時候咧，佢就覺得好震驚啦。你看這個特別像人的腳印，是吧？而且這個步長和人的這個步長也是一致的，大小就是比人的也長。但是我們懷疑是古人或者猿人，因為古人和猿人可能腳印要比現在的要大。嗱，目前世界上發現巨猿化石嘅地方並唔係好多，我哋國家就只係廣西、湖北、重慶、貴州呢幾個地方發現過啫。據專家推測啊，
可能喺30萬年前呢度森林密布，非常適合以植物為食嘅巨猿生存嘅。雖然啊，當地豐富嘅煤礦資源，證明神木以前呢確係一個土肥水美嘅地方，但係植物變成煤，需要經過幾千腳印應該係恐龍留低嘅。所以我们估计这条恐龙身高可能在1.8到2米左右，所以身高就是背部高，它头肯定很长，可能有4、5米长的。这恐龙全长可能4、5米。咁喺鄂爾多斯發現嘅腳印呢，專家就通過對腳印所處嘅岩層進行分析啦，確定咗係屬於白堊紀早期，再根據當時嘅生物嘅情況，確定呢啲大腳印呢都係恐龍留低嘅。在这个510平方公里出类的脚印，15000米到18000米。它那个河旁边可并是水草丰美的地方，恐龙的生活了吧，对吧？它也在这地方有一些的漫步，或者是寻找食物，或者互相追逐，就是它也有它的生活规律。呢啲印記啊，經歷咗億萬年嘅時間啦。隨住地球新嘅造山運動啊，重新翻到表層，無意中暴露咗出嚟啦，咁樣先至會被人發現。而呢啲已經滅絕嘅生物咧，無意中留低嘅腳印同埋沙泥一齊石化，跨越億萬年嘅時光，亦成為咗我哋探索歷史奧秘嘅珍貴資料啦。牧民心中嘅禁地，對未知領域嘅恐懼，隨住科學嘅解答而煙消雲散啦。喺之前啊，種種傳說只不過係人類嘅想像啫。而家恐龍足跡已經成為咗研究恐龍一個新嘅方向啦。而佢有住恐龍骨骼化石無法替代嘅作用。呢啲足跡唔單止係反映咗恐龍日常嘅生活習慣、行為方式，仲可以解釋恐龍同當時嘅環境嘅關係。嗱，呢啲都係古生物學家